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7月24，诗篇31篇第1节安尼讲：耶和华，我倚靠你，求你互我永远无见效，照你的公义拯救我。撒加阿头来祈祷，互阮永远无见效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阮的山寨，阮的关台，你是阮的石盘，阮的避难所。你是荣光甲尊贵的上帝，主啊！求你因为你的名来引带我，指点阮，因为阮将阮的灵魂交托伫你。虽然人设陷阱要陷害阮，总是你要救阮脱离因的手。主啊！阮因为你的慈爱要欢喜快乐，因为你有看见阮的艰苦，知阮心神的艰难。你无甲阮交伫对敌的手，你互阮的脚徛伫开阔安稳的所在。耶和华，阮倚靠你，求你互阮永远无见效，照你的公义拯救阮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愿主帮助咱，每一天坚心来倚靠伊，伊的确要互咱永远无见效，也照伊的公义拯救咱。耶稣听你，祝你平安。